迎收听9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23章1到7节，合神心意的事，认识你的爱。当我们要活出合神心意，那我们认不认识神对人的心意呢？合神心意很重要的是认识神的爱，而他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在今天大卫的遗言，也就是撒母耳记23章1到7节，让我们透过大卫一生所领受的，来认识到上帝的爱，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主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是不会废弃的爱，是凡事坚稳的爱。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3章5节这样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大卫经历到他所认识的神带领他一生，透过与他所立的约，使他凡事坚稳，成就了他，也拯救了他。而这样的一位神，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要一起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分享这个信息。这里大卫的遗言一开始23章1节就说到，耶西的儿子大卫是上帝重用的人，雅各的上帝高立他做王。原来的大卫是一位牧童，但是他却在万人中被上帝拣选成为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为以色列做很多优美的诗歌。我想他不仅是为以色列做，更是为这位他所信靠的上帝而做的。而这首诗歌接下来从第2节到第7节是一首诗歌，常常被不管是学者或是这个圣经文本做标注的这个人他们都说这是大卫的遗言他的遗言说什么呢？如果他讲遗言，大概就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话，而这样的话当然是留给后来的读者或者是后代来听的，表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要认识大卫，我们要认识大卫他一生的道路，那这段话就会是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上帝的灵，上主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信息在我嘴唇上，以色列的上帝发言，以色列的保护者对我说话。以色列的上帝对大卫说什么话呢？在他遗言当中，他很强调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帝对他说那关乎他一生的话，就是那以正义治理人民，以敬畏上帝掌权的王，好像日出时的曙光，像太阳照耀无云的清晨，使雨后的青草欣欣向荣。他领受到在他人生当中，他被拣选做王，而上帝教他做王的法则，就是要以正义来治理人民，以敬畏上帝掌权来带领国家。而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国度，这个国家就会好像日出时的曙光。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给我们看到3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日出时的曙光，我们有看过日出吗？日出通常就是我们会在天还未亮的时候，看起来灰灰的，好像有点要亮不亮。我们虽然肉眼可以看得到，可是整个环境是暗淡的。然而看日出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通常都会到那个山的另外一边有太阳，我们就在那个可以看得到太阳怎么从山的背后爬出来的那个景况。然后当那个曙光真的是出来的时候，日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整片大地原来都灰灰暗暗的，却因着一个光点，然后到一整面全面被光照。所以一个带来正义的一个王，一个以敬畏上帝掌权的王，他会让他所带领的国度是经历光的。
而这样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王所治理的地方，就会好像太阳照耀无云的清晨。我们有看过这样的清晨吗？太阳照耀无云的清晨，我们会很清楚的，不会被任何的云来挡住，非常真实非常干净，或者是说非常的能够看得清楚整片天空的颜色。在这里继续讲到，刚刚那是第二个画面，第三个画面会像雨后的青草欣欣向荣，不是暴雨之后而是下过雨之后，我们有时候会闻到雨的味道，对吗？甚至我们会闻到青草的味道，而这些青草在下雨之后，它们是长得更好。也就是说，当王他照着上帝的心意，是用正义来治理，是敬畏上帝掌权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就会带下这样的一个祝福。而继续讲到第5节一直到第7节，大卫就讲到关于他自己，他说上帝要这样恩待我的后代，因他与我立永远的约，永不废弃的誓约，他一定成全我的愿望，赐下救恩给我。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我使用的是和合本但在这里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我念的是刚刚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和合本的经文呢？因为我觉得在和合本的经文它的翻译可能更会让我们比较能够直接的明白大卫他的遗言里面的内容。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也就是大卫他认为他在神的面前并非真的是完全是公义完全是敬畏上帝，但是神仍然与他立永远的约。其实这句话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刚刚读的这个意思，但另外一个意思呢是疑问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吗？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也就是他同时否定也肯定他自己的家，这里的家不只是大卫的家，更是在讲到大卫所治理的国度，在神面前可能是如此，但也可能不是如此。可是不管是不是如此，这如此就是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按着公义，有按着这个敬畏神，我们都知道在他一生当中，其实他有出过差错，然而神却与他立永远的约。在和合本说这约凡事坚稳，在现代中文译本说永不废弃的誓约。也就是我们认识到，原来这位神不真的就是不论我们做对做错，他仍然按着他的信实守约施慈爱，但是他也不是就是一味的溺爱在接下来的经文有继续讲到，大卫经历到他人生的愿望是在神的里面被成全，他经历到神赐下那个救恩，一切的救恩，他人生上路上需要的救恩都经历到了。然而不敬虔的人在另外一个版本讲得更直白，说匪类都好像被丢弃的荆棘。什么叫被丢弃的荆棘？一方面是讲说它没有任何的作用，荆棘它没有作用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它可以当工具吗？没有办法，甚至人不敢去碰它，不敢光着手去碰它。当然我们都知道用手去摸荆棘，我们手一定会受伤。所以在讲到说不敬虔的人就好像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被触摸的，他离弃了神的心意。那如果我们要去靠近怎么办呢？就要带着这个铁棍铁矛也就是说其实他在形容那不敬虔的人，离弃上帝人，匪类的人，最后会就像是这些被丢弃的荆棘被火烧尽。也就是那不公义的，那离弃神心意的，甚至得罪神的，最后会经历到严厉的审判。所以这是大卫他一生当中他留下来的遗言，他经历到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善待恩待敬畏他的人。甚至不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是否完全敬畏这位神？神没有忘记他自己的约定，所以大卫说他自己被恩待啊。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大卫其实虽然他曾经犯了很多的错误，然而他却是一个有真实悔改到神面前的人。所以当他在写这个遗言的时候，我想许多人真的是心中百感交集。我们真的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对上帝的这个诗歌，也成为我们自己的鼓励和提醒。因为我们一生当中真的是好好来认识这一位他定义以永远不改变的慈爱，与我们立那永远的约的上帝，我们真的要好好来认识他。所以我默想，我们要来想主对我的爱，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到在信仰中这样的爱是一份什么样的爱？那我自己如何回应这份恩典之约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这平凡人能够来认识你的恩典，更是透过你所赏赐的这些恩典，甚至呼召主，我们可以一生来走服侍你的道路。谢谢你，不论让我们是在工作，是在读书，是在家庭是在社会，主，我们都透过认识你不改变的慈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向导，更是成为我们的保护。主，你赐下救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救恩活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愿我们活出的生命，就如今天的经文所说，是以正义来治理人民，活在人民中的生命，是以敬畏上帝的掌权，不管我们是王，或者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主，我们都需要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唯有你是成就那关乎我们一生的事的主，也唯有你是那拯救我们从今时到永远的主。我们敬畏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